高考成绩公布的前一天，杀人魔来了我小区，堂弟故意开门逃走，害屋子里的我被虐杀致死。后来在我令堂上，堂弟又急着我高考状元被杀的热度开直播卖惨捞金，爸妈郁郁而死后，堂弟得以继承财产，到我坟前得意炫耀。当初让你们给我买个房都不愿意，到头来家产不还是落到我手里？再睁眼，我回到被杀那天，杀人魔假装的外卖员正在按门铃，记忆里他已经杀了我2次，现在是我第2次重启人生。我永远不会忘记7月26日的早上，急促的敲门声响起，透过猫眼，一个外卖小哥正提着一个袋子立于门外。外卖，我睡眼惺忪，晃晃悠悠打开门，下一秒，一根木棍直直砸向我的头。啊！我尖叫惊醒，一看钟表，8点25分，吓死人了！我久坐床上，迟迟没有缓过神来。5分钟后，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骤然响起。外卖，一模一样的外卖小哥，戴着熟悉的头盔，手里拎着一个袋子。我顿时浑身冷汗，梦里的一切竟然在现实中重演，我心里一紧。这时，小哥又不耐烦地敲起门来，咚咚咚。他催得越急，我反而越冷静下来。不可能！我虽然有每天点早餐的习惯，可是我昨晚把手机借给了弟弟玩手游，忘了点。那么，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顿时警觉起来。此时，表弟也一脸疑惑地出来：“姐，开门啊，人家找你呢。”“不，我没点外卖，他是从哪来的？”堂弟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嗨，你昨晚不是手机借我了吗？我给你点的哇。知道我老姐每天都点早餐的，这么好的生活习惯，怎么能断送在我手上呢？”堂弟说的头头是道，已经起身走向门口。我突然眉头一紧，一把抓住他：“你拿我的手机点的？”“对啊。”他依然莫名其妙。“那不可能！”我斩钉截铁，同时把他拉到了身后。我每次下单都会默认备注直接放门口，不要敲门，外卖员不可能看不见。堂弟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不就没看到吗？开个门有什么关系啊？可我已经听不进那么多了，越来越多的疑点挤到我眼前。平时这个点给我送餐的几乎都是同一个小哥，怎么今天换了个高个子？一般小哥都是右手拿外卖，他却用左手拿着，右手刻意地藏在背后，看不见是否拿着木棍。再一联想到前几天新闻里失踪的和我同龄的女生，豆大的汗珠从我头上密密的滚落。门外站着的，该不会真是连环杀人魔吧？不等我反应，堂弟已然猛地将我推坐在地，3步并作2步冲到门前。门被迅速拉开，门外的小哥风一般冲进来，堂弟则慌忙逃了出去。我尖叫一声，正要站起，下一秒头上传来一阵剧痛，像是被什么坚硬的东西击中。我两眼一黑，昏了过去。今天是7月26日，我努力睁开眼，头上还在隐隐作痛。窗外已是黑夜，眼前那个外卖小哥正在我跟前踱步。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被绑了起来，就连嘴里都被塞了抹布。无毒！我拼命挣扎，绳子纹丝不动。那个小哥则低头看了一眼手表。我无助的张望，企图找到第3个人的影子，可惜没有。堂弟不在，也没有找警察来，有的只有那个幽灵般的小哥。就在这时，窗外的钟楼转来了12下钟声。小哥转过身，墨镜下露出一丝狞笑。下一秒，在我极度的惊恐中，他步步逼近，一刀结果了我的性命。7月27日，我死后的第1天，弟弟在我死后8小时才姗姗来迟，哭得肝肠寸断。2小时后，他开通了个人账号。1周后，他的甬道状元姐姐林卫家的账号粉丝破50万，开始了第1次直播。直播地点就是我的头七令堂。谁也不知道，在我下葬后，他留在我的墓前，露出了一个得逞的笑。没想到吧，林卫家，你会死得这么惨。当初让你们给我买个房，还磨磨唧唧不愿意，我才是林家的根，家产本来就该是我的。现在好了，你死了，你爹妈也快病死了，家里的一切不都还是我的？他笑的肩膀都在颤抖。可在短视频里，他那颤抖的背影配上哭到姐姐的配文，又赚了100万点赞。林少宇，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我灵魂飘在空中，整个人都在发抖。堂弟父母早早离异，爹不管妈不要，是我爸爸妈妈一直资助他养大他，却不想这好心的资助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是农夫与蛇。就在今年过年，他爸爸去世，我们好心把他接来同住，还关心他的心理健康，整天嘘寒问暖。那时候的林少宇，整个人看上去郁郁寡欢，就连去寺庙祈福都无精打采。那天寺庙里香客如织，他一直低着头，结果和一个匆匆路过的人撞了个满怀，对方的香洒了一地。他像被点了怒穴，突然狂怒大骂人家不长眼。我吓得赶紧把他劝走，爸爸妈妈留在原地好声好气道歉，才让人家没追究我们。但从那以后，他更沉默了，好像每天心事重重。少宇这样可怎么好啊？爸爸妈妈不止一次忧心忡忡。我依然记得高考结束那天，爸妈问我和堂弟感觉如何，堂弟绝望地说自己炸了，没考好。没事，一次不行还有第2次，你要复读我们也支持。爸爸安慰他，妈妈则提议一家人等结果出来，我们全家一起去旅游。结果还没出来，我却家破人亡，我死了。爸爸妈妈伤心过度，也没了生的意志。幸存下的是那个此前久久不笑，如今却在屏幕前老铁666的林少宇。我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一阵眩晕过后，感到身上有点凉气。再睁眼，空调的凉气呼呼灌进我的身体，我正躺在自己卧室里。左边的日历清清楚楚地写着7月26日。
右边的钟正在8:25摇晃。我的外卖一般都是8点半送达。我重生了，我一个机灵坐起，可下一秒，我顿时从喜悦陷入恐慌。7月26日8点半，伪装成外卖小哥的杀人魔会闯入只有我和弟弟在的家里，然后囚禁我，在第二天0点将我杀死。来不及了，我一把跳下床，堂弟还在熟睡，我指不上他，他定然会开门。我一把把他薅醒，不等他反应过来，我就连推带拉把他轰到门口。干什么干什么啊！堂弟的声音倒是听着清醒的很，死活不肯动。我没空跟他多说，等我活过这天，再想想怎么报复这个忘恩负义的叛徒。我拿起拖鞋，一把抽在他脸上。林少宇发出一声惨叫，我不由分说，又一鞋子打中了他的眼睛。啊！趁他捂住眼睛的一刻，我一把打开门，将他狠狠推了出去，然后猛地一关。呼，暂时平安了。此时距离敲门声响还有3分钟，没了堂弟，我可以假装无人在家，但这个连环杀人魔可能还会去霍霍下一家。不行，我必须提前报警。想到这，我下意识去拿手机，这才发现手机昨晚借给弟弟，他就没还回来。我急忙冲去他的卧室，空空荡荡，死活找不到我的手机。就在这时，门响了，咚咚咚，我立即停下动作，屏息凝神，听着门外的一举一动。咚咚咚，那个人又敲了一次，比前一次更急更猛。我依然屏住呼吸，他停了很久，就在我以为他要放弃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转入耳中。算了，直接开门吧，那个贱人就在家里。他妈的，林少宇，他们认识，合着人是他找来的。原来来的不是连环杀人魔，而是针对我的杀手。可那个失踪的女孩又是怎么回事？可我已经没有时间反应了。钥匙插入锁孔发出哗哗声，杀人魔的到来已经是毋庸置疑。我急忙冲向阳台，我家在4楼，跳下去死掉的概率太大了，我赌不起。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近在咫尺的邻居的阳台。我要活！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死过一次，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自己再落入杀人魔手里。我上体育课时学过攀岩，攀爬这个很危险，但无论如何也比坐以待毙安全。我死死抓住自己，一伸腿踩向了窗台，抓住窗台，继续伸腿。终于，我一脚一脚艰难地爬到了邻居家的阳台。双脚落地的那一刻，我重重地松了口气。MD， 若不是为了回来拿东西，我才不会住在这个已经搬空的老破小。遇到紧急情况，呼救时一个人都听不到。但我也很快意识到，林少宇这个狗东西就是盯着我们住在这里的这几天才敢下手的吧。就在我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出去时，我眼前一闪，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跟前。啊！见到对方，我和邻居大叔同时吓得大叫起来。下一秒，我率先反应过来，迅速向他解释我的来意和当下的危急情况，请他报警和收留。邻居大叔将信将疑，但当他也来到阳台一探头时，迅速就变了脸色，赶紧将我拽进屋内。那个人不是我们家的人，那是来杀我的。我心有余悸，向他解释那个在阳台上探头探脑的男人。没事儿，不怕，我相信你。大叔让我先躲进卧室，不要出来，他去报警。刚进卧室，我就看见许多漂亮的毛绒玩具堆在床上，整个卧室都是粉红色的，显然卧室的主人是一个小女孩。我这时才想起来，小时候我还在这里常住时，大叔的确经常带他女儿出来玩。他女儿很瘦小，衬得他眼睛更大了。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娃娃，但后来娃娃不怎么跟我们玩了，他爸爸说娃娃生病了，让我们自己玩就好。再后来，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搬到省城，这一段童年经历也彻底封进了我的记忆里。此时再次站在娃娃的房间里，我百感交集。娃娃不在，但他的东西真的都是他喜欢的，漂亮的布娃娃，可爱的毛绒玩具，小小的写字台上还摆了一只价值不菲的电话手表。他爸爸一定很爱他。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一阵猛烈的敲门声传来。警察来得这么快吗？我好奇地跑了出来，下一秒，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门外站着那个戴着墨镜的小哥，嘴角浮起一丝冷笑。和他一起笑着的，还有平时那个笑眯眯的邻居大叔。只是此时大叔的笑却是那样阴，那样冷。啊！我又一次坐起来。现在是7月26日早上8点25分。怎么回事？我摸着胸口，0点时被一刀捅入的刺痛感好像还未消退。很快，毛骨悚然代替了我的无助。这个小区到底怎么回事？弟弟、邻居大叔、杀人魔，全都是一伙的。为什么他们都要杀我？邻居跟我什么仇什么怨？来不及想那么多了。和前世一样，我一把轰出弟弟，但这一次我抢先拿出了他塞在兜里的手机，然后迅速报警。电话里我直截了当的说有陌生人要杀我，可这个小区比较偏，警察赶来最快也要15分钟。不论如何，这已经是很大的定心丸了。15分钟，我要找一个最合适躲藏的地方。我选择了家里的洗衣机，同时将刀紧紧攥在手里。15分钟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就在杀人魔敲门之时，手里滚烫的手机却吸引了我的注意。林少宇这个懒猪，平时睡到中午都嫌早，今天会这么早起来玩手机？我按了一下按键，屏幕亮起，上面还悬挂着一条某不可说的神秘聊天软件的未读信息。一个叫一米泡泡的人给他发了一个 OK 的手势。时间就在8点25分。我背后一凉，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就是杀人魔的 ID。
不知为何，我感觉这个 ID 好像在哪里见过。不过，他这是在给林少宇汇报吗？他真的是林少宇找来的杀手？我不相信，我不敢相信。上一世我都飘荡了1个月，都没有想到会是他雇凶杀人。我以为他充其量是丢下我逃跑，然后吃人血馒头。我怎么也没法把过去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喊着姐姐姐姐的跟屁虫联系在一起。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对呀，上一世网友们也有人猜是不是他雇凶杀我，可警察查了之后，他一没作案时间，二没转账记录。他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学生，连爹的遗产都没有2个子儿，上哪里雇凶？也正因此，我死后也没有怀疑到这一点。可这一次，那刺眼的 OK 在我眼前反复飘荡。如果不是杀人魔，那是谁？那个大叔又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一切的猜想都无用，我只能等待警察的到来。时间1分1秒的流逝，就在我以为自己可以平安逃过一劫时，我头顶一凉，我迅速拿刀刺过去，结果对方一躲，我扑了个空。下一刻，恼羞成怒的杀人魔一把夺走我的刀，将我拽出了洗衣机。你杀我也没有用，警察来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我咬牙切齿，企图用这一方式吓走他。没想到他浅笑一声，那就只能让你先死了。恐惧顿时灌满我的喉咙。我的第3次，也是最接近胜利的一次重生，又一次以尖刀扎入胸膛结束。只是这一次，我的死亡时间提早到了8点35分。这一次，我活下来的机会又大一些，距离真相也越来越近。前提是我还能再有重生的机会，以及还能承受住那濒死的痛苦。家里还是不安全，我报警后一定要逃跑，不能被他抓到。第4次，我报警后直接用床单绑好捶窗下楼，结果杀人魔发现后赶上了我，随后一把刀插入我的小腹。但这一次我看见了他的脸，他在匆忙之中墨镜滑了下来，和他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的心顿时砰砰直跳。这张脸我见过。时间回溯到7月20日晚上，一条骚扰短信转来，上面只写了3个字：快跑车，什么鬼？我皱了皱眉，正想随手删除，这时妈妈喊我下楼买包盐。我匆匆下楼，此时已经快8点了，尽管是暑假，天色也开始渐渐昏暗。就在我买盐回来时，我看见了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小区楼下，他和我对视一眼，眼里闪过一丝惊愕。我当时心生疑惑，这么个快要搬空的小区，怎么会有陌生人呢？但他快步离开，我也就没再想什么，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那个有些惊慌的年轻人，就是眼前的杀了我4次的杀人魔。又一次对视，这一次他阴冷的眼中又一次掠过一丝恐慌。是他，我没有看错。但不知为何，我还是感觉在更早之前我在哪里见过他，只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回忆了。熟悉的痛感从肝脏蔓延到全身，我的血液开始冰冷，我的呼吸也开始急促。再次睁眼，重生第5次。这一次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输，我的精神很难支撑再死一次的痛楚了，会崩溃。第5次我重复了上一世的动作，不同的是这一次我刚到1楼就立即反身藏到了2楼楼道的柜子里，然后我眼看着杀人狂一路冲出了楼，钻出柜子，窥见他犹豫之后跑向其中一条路，我毫不犹豫地冲向另一条路。我不敢停下，只能马不停蹄地跑，我也不敢回头，我满脑子只有无尽的逃亡。我一路跑，不知跑了多久才跑到保安亭。此时一辆警车缓缓出现在小区入口，我知道这一次我真的有救了。一直到警察局里，我都还在担心杀人魔是否尾随。别怕，这里很安全。一个女警察走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可以给我爸妈打个电话吗？我轻轻问道。重生的前4次，我都来不及跟爸爸妈妈确认平安，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了。怎么了，小魏？这么早发生什么了吗？妈妈温柔的声音传来的这一刻，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的滑落。小魏，你怎么了？你在哭吗？什么事情？告诉妈妈。没什么。我竭力遏制住情绪，许久才镇定下来。我就是做了个噩梦，梦见你们出事了。傻瓜，不怕，妈妈不会有事的呀。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回来给你做你最喜欢的排骨汤。直到电话挂断，我才彻底被拉回理性的界限。一整个上午，我都在惊魂未定的讲述自己的经历。我解释，我之前看过他来踩点，因此我早在他敲门之前就察觉到了不对，报警。我还说，我的弟弟、我的邻居也都是帮凶，但因为我用床单逃跑时害怕手机掉落发出声响，被他割断床单，就没有带上弟弟的手机。奇怪的是，当警察赶过去的时候，杀人魔、弟弟、邻居全都已经不见了。原本要去上班的邻居居然旷工，原本晕倒在房间的弟弟也不见了。难道是警车出现被杀人魔看到了，通风报信，所以人都跑了？就连手机都索性关机。我感到一丝失落，但我更多的还是疑惑。弟弟这个穷学生从哪来的钱雇凶？邻居大叔和我什么仇恨？为什么也要害我？那个杀人魔除了我，到底还害了谁？和那个失踪女孩有没有关系？为什么他顺利抓住我的时候不直接杀我，还要等到27日0点再动手？他在搞什么仪式感吗？你的这些问题我们目前还不能回答你，但你放心，我们已经在全力追查了。不过你说的连环杀人，警察顿了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意味深长。概率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就针对那个失踪女孩查过她了，她没有嫌疑，之前就查过她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警察将一张照片递到我跟前，
这个女孩是你刚才怀疑的受害者吗？对，就是她。照片上的失踪女孩叫雪阳，因为曾经遭遇火灾，脸部留下了严重的疮疤，而且她还是个天生的哑女。这样一个不幸的女孩突然失踪，整个城里顿时人心惶惶，我们群里也都多次谈起她，可是谁都没有看见她。你说那个人的 ID 叫一米泡泡对吧？是的。那你看看是他吗？我瞥了一眼眼前的照片，几乎要叫出声。眼前这个阴郁的男人，分明就是那个杀人魔啊！他是雪阳的哥哥夏阳啊！我一时被惊得说不出话来。夏阳的 ID 就叫一米泡泡，你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但你反馈的线索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会高度重视这3个人的关系。怪不得我说这个 ID 怎么这么眼熟。当时提供寻人启事联系方式时，我手欠试着搜了一下微信号，跳出的就是他这个 ID。原来是哥哥找妹妹啊！可他又是怎么逃过怀疑的呢？他一没有任何雇凶的消息或者转账记录，二他有很充足的不在场证明。他的不在场证明就是7月20日晚，在距离我家2公里外的酒吧喝酒，一直喝到第2天早上。雪阳最后被人目睹是在21日凌晨坐在一个陌生人的车上离开的。听到这里，我沉默了。而且这个女孩当年遭遇火灾时，就是夏阳冲进去才救了她一命。这样一个为了妹妹不惜生命的哥哥，杀她或者做什么伤害她的事，从动机上也很难解释。听到夏阳不是连环杀人魔时，我轻轻松了一口气。但麻烦的还在后面。由于没有涉及血案，甚至不能证明他杀人未遂，夏阳即使被找到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一想到他日后可能还会来找我麻烦，我就毛骨悚然。不可能，这个夏阳绝对没有这样简单。自己妹妹失踪了，还有闲心来杀我，这能是什么正常人吗？一番胡思乱想后，我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猜测：弟弟和夏阳长得很像，会不会那个不在场证明是弟弟假扮的？而真正的夏阳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手，杀了自己的亲妹妹，因为觉得她是负担，然后又帮弟弟杀我，当做是报仇。可那个邻居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他真的只是被弟弟蒙骗了，打开了门？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确凿的他和那2人有联系的证据，或者他的房间也有什么秘密，不想和警察有过多交集。说到这，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大叔真的有秘密，他的秘密还能是什么呢？我想起了娃娃，那个我到了卧室里都没有看见的娃娃，他一个病人不在家里，能去哪里了呢？娃娃。听到我的猜测，面前的警察皱了皱眉，我赶紧说出他的大名，商谦。商谦。所有警察不约而同地看向彼此。就在几天前，他们说商谦也报过警，说有人想要害自己，不是花盆从天而降，就是一辆车没头没脑地冲出来。尽管已经查出花盆是野猫所为，那个骑车的醉汉也承认了自己的酒驾，可商谦还是坚信这些是针对他的谋杀。这件事情在最后确定他精神不稳定，有妄想症后宣告终结。但此时所有人不能再不重视了。3个家属，失踪的失踪，险些被杀的险些被杀，这条线一串起来，一个非常可能的真相就具象化了。显然是邻居大叔和我堂弟拜托了夏阳出手，不动手的2个人则给他打辅助。但无论如何，当务之急都是找到娃娃，还有那3个人的踪迹。那3个人手机全都关机，平时也都是用境外软件联络，一时还无法找到他们的行踪。那娃娃呢？他奶奶说孩子有提到今天会跟一个好朋友出去玩，他爸爸也同意了的。好朋友？我皱了皱眉。据我所知，娃娃因为身体特殊，不能见阳光，所以常年一个人在家，连学校都无法去。这样的他的朋友，除了小时候的玩伴，还能有谁呢？等等，正想着，我一扭头看向了家里的鞋柜，柜子里弟弟之前那双新买的鞋还摆在那里，此时已经不翼而飞。谁匆忙逃亡要特意挑新鞋子的？我恍然，娃娃的朋友除了小时候的玩伴，还能有谁呢？林少宇，我堂弟小时候也是他的玩伴之一啊。几乎同一时间，一个可怕却又最有可能的猜想从我脑海中升起：交换杀人。这3个人在交换杀人，弟弟要帮大叔杀女儿，杀人魔帮弟弟杀我，而那个大叔大概率就是害得杀人魔的妹妹失踪的元凶。这太可怕了，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上辈子警察查不到任何弟弟的嫌疑，因为不是他杀的，他也不需要花钱买凶。为什么上辈子警察也查不到夏阳？因为谁能想到八竿子打不着的2个人要用仇杀一样的方式精准杀人？同样，为什么夏阳可以从妹妹的失踪案里全身而退？因为也不是他杀的。他特意在邻居大叔骗走妹妹的时候出去制造不在场证明，甚至还预先到我楼下踩了个点。为什么他要特意拖到0点才杀我？也是一样，因为白天弟弟要为上班的邻居大叔杀女儿，如果我也死在白天，那么他没有不在场证明，只有半夜弟弟才可以全身而退。妙啊，多么精妙的交换杀亲计划，又洗脱了嫌疑，又能除掉自己讨厌的亲人。想到这里，我整个人都不寒而栗。但此时还不是我小心求证的时候。如果我没猜错，弟弟骗娃娃出去的地点就在风车公园。小时候，我们这些小孩都爱去那里玩耍。那时候，我一手牵着弟弟，一手牵着娃娃，3个好朋友一起许诺要长长久久。多么讽刺啊！那个许愿要一辈子一起玩的男孩，雇凶杀了一个，又要亲手终结一个。林少宇，你不是人！不出所料，警察在风车公园找到了被遗弃在路边的娃娃。直到那时，娃娃都还在等林少宇回来。
他说他去买瓶水给我，但是一直没有回来。娃娃常年独居，心智远远跟不上年龄的增长，他当然不会回来了。他接到了夏阳任务失败的消息，这时候肯定不会在顶峰作案，一定收手逃跑了。在戳破了他们的阴谋后，整个进展都顺利了起来。弟弟率先出现自首，因为他目前手上最前劲，没有鲜血。他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没干。第二个出现的是邻居大叔，他是来自首的，因为就在7月26日晚，杀人魔夏阳的妹妹雪阳的尸体被找到了。大概想着自己藏无可藏，不如自首检举，说是被教唆的，还能减轻一点罪责。就这样，大叔将他们的3人交换杀人计划透了个一干二净。甚至就在那天，我在他家看到的电话手表，还是他从雪阳那里顺过来的。当时他说想给娃娃用。我不明白，听到警察后来给我复述时，我难以置信地抱住了头。他那个时候已经安排林少宇杀他女儿了，为什么还要带电话手表给他？我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谁也不知道大叔在想什么。或许在情感上，他始终都很爱这个孩子，可是娃娃日益严重的病情，为了治病越来越高的债台，他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很严峻的事实：只要他活着，他的生活就会一直这样一潭死水下去，甚至越来越深不见底。可他不能放弃治疗他，那样他什么都得不到，还会招来一辈子的他人的谴责。但如果他是死于意外，他不仅可以就此打住，还可以用保险金直接从头再来。听到这里，我又一次沉默地低下了头。所以他和夏阳达成交易，第一个出手，雪阳也成了这个残忍的三角阴谋中唯一死去的受害者。我同样不明白夏阳为什么要杀雪阳。当然，夏阳还没有找到，我和警察一样一无所知。我能做的只能是去雪阳的家里帮他收拾遗物，因为他们兄妹俩相依为命，这个世界上他再没有别的亲人了。由于特殊的关系，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他做这么一件事。步入夏家的瞬间，我突然被一阵浓浓的香味裹挟，这是烧香的味道，是寺庙的味道。也几乎是同一瞬间，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见到夏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那天就是正月初2，我们全家带着林少宇去烧香祈福。那天林少宇和一个戴口罩的女孩撞了个满怀，他的香洒了一地。女孩什么都没说，倒是他身后的哥哥大发雷霆，和林少宇就要动起手来。最后是我拉走林少宇，爸爸妈妈留在原地劝夏阳，这才把事情压了下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夏阳，或许也是林少宇第一次见他。夏阳和林少宇都喜欢去酒吧，或许某一天他们齐聚酒吧时又遇到了对方。而那个邻居大叔晚上就在酒吧里做兼职泊车，或许因为不打不相识，两个魔鬼开始将心声吐露。发泄压力时又被第3个魔鬼听见，一场精心策划的交换谋杀也徐徐拉开了序幕。但现在3个魔鬼一个被捕了，一个自杀了。自杀的是夏阳，他至死也没说为什么要参与这个计划。邻居大叔也不知道，很多人都猜他和大叔一样，都清醒地看见了自己黑暗的未来。只要身边永远有这么一个残疾妹妹，他在婚姻市场就永远处于下位，他的经济压力也会永久持续。人就是这么现实，我从不怀疑人性在现实和道德之间的权衡结果。因为多少辈子前，我就见到了林少宇为了钱可以多么丑陋，他可以为了钱在我的坟头小人得志的笑，置我们全家人的性命于不顾。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半点后悔，因为他觉得我们的确亏欠了他。那么多钱，凭啥不能给他一点？帮了那么久，也不差这一点。有的人是大恩成仇，有的人是欲壑难填。就算现在，他都还一脸理所当然地说自己是无辜的。他的算盘打得很巧，光靠邻居大叔的一家之言是不足以给他定罪的。可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全都是在某境外 APP 进行，一旦消耗，一切就会烟消云散。因此，许多赌狗就喜欢用这个。再次见到林少宇，他竟然还厚颜无耻地喊我姐，怪我那天不分青红皂白打他。我不想和他多争辩，我面上无动于衷，私底下却依然坚持默默查找着他的罪证。我一直相信，既然我可以重生这么多次，既然这一次我已经离胜利这么近，一定有办法可以让他付出代价。线索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多日后，我和娃娃见了一面，我这才得知他居然和雪阳认识，两人因为身体情况而日渐熟络，做了网友。起初我并没有怀疑，但当他给我看他俩的短信记录时，那个号码突然刺痛了我的眼睛。那串黑号一般的数字，我一直以为是个骚扰号码，可娃娃说那是他偷偷买的一张黑卡。他哥哥不希望他与外界过多联系，希望他可以永远依赖于哥哥，可雪阳不愿意。他说哥哥像个变态一样，就算不在家，也会用监控摄像头监视他，甚至生怕他和人偷偷打电话乱说话，还安装了录音设备。就连这个黑卡都还是娃娃费尽心机帮他搞到的。事发前，他更加激烈的想脱离哥哥的控制，结果是被变本加厉的管控。或许这也是夏阳对他痛下杀手的原因吧，觉得再也难以掌控一个活着的妹妹。反正我是难以理解这个疯子，但就是那个熟悉的号码给我发出了快跑车的短信。曾几何时，我以为那是一条骚扰短信，殊不知那是他听到哥哥和林少宇的对话后，拼命想要救我的一系列举措。他想报警，可是说不出话。他不知道短信报警的号码是12110，他只是看到哥哥出去后，下意识要告诉我让我快跑。也许他想告诉我的是，快跑出去，有人要来杀你。可是那一天是7月24日，他哥哥出门只是来踩点，真正要上门的是那个邻居大叔。
他残忍地带走了雪阳，短信也没能发完。我收到短信的那一刻，就是他被大叔掳走的那一刻。听到这里，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两腿一软跪在地上，眼泪滴在手背上，是滚烫的、灼热的，和我砰砰直跳的心一样热。为什么雪阳会知道？因为他们聚在一起，商定出了那个计划。而为了控制妹妹，夏阳在家里装了监控器，那是铁证。这一次，林少宇再也无法嘴硬了。大段的对话从窃听器里传出，他的头越来越低，终于低到了尘埃里。被捕前，他还试图找我，求我原谅，让我出谅解书。我错了，我不该贪钱，我就是被那个人骗了。姐，你原谅我，我不想坐牢，我不想。我嫌弃的把手一甩，眼前是他上一世那张丑恶的嘴脸。这么多钱，当初让你们给我买个房子都不愿意，到头来不还是落在我手里？我已经见惯了他的恶，不会再给他机会。这般蛇蝎心肠的畜生，只配在监狱里蹲一辈子。